云大人，不好了，出事了！啊，走。 不用看了，已经死了。你干什么？李公公身上的东西，怕是已经被他们拿走了。你是说仕女图？您不知道，昨天又发命案了。参见太后。参见太后、皇后。你们俩是怎么查的案子？好好的李公公，怎么说死就死了？天木童，你说3日之内找到仕女图的，现在3日已过，图呢？回禀太后。 南书房遗失那张仕女图已经找到了，只不过它是假的。假的？太后，请看，这幅图就是南书房遗失的那幅仕女图，只不过听说真正的仕女图，其上面有麝香之味，而此图没有。天木童，那你怎么能证明你现在献上这幅就是南书房里遗失的那幅？ 那就是说，你3日之内没完成任务了，不仅没完成任务，还连累后宫再发命案。太后，天木童该当何罪？太后，此事也不能全怪天木童，只能怪我们遇到的是暗中之案。这幅图在南书房失窃的时候就已经被调包了。哼，我常听旁人说，云指挥和天木童一向不和的，怎么今日？ 你要帮天木童说话呢？我只是实话实说。好了，都少说2句吧。我问你们，你们都说南书房所藏之图是假的，那么真图现在在哪儿？真正的图原本是在李公公那边，只不过现在应该被人夺走了。那夺走仕女图的人，你们可有线索？我们检查过李公公的尸体，也检查过他的伤口，斩杀他的刀锋利无比。 刀口由上而下，应该是倭刀所伤，想必应该是东瀛人。你是说宫里进了东瀛人？是。你们锦衣卫是负责宫里安全，怎么能混进东瀛人呢？他们藏在什么地方，又混在哪儿？你清不清楚？现在还不清楚。不过这东瀛人能在后宫之中来去自如，想必一定有撑腰的人。所以太后，还请您多给些时日，我们一定能救出。那。 我就再给你们点时间，你们务必把这群东瀛人给我找出来，还有藏在他们背后的人，也一定要揪出来。小道领命。是。你都不知道今天在太后那儿有多危险。天木童和云香容说出东瀛人的时候。 我以为他们发现了什么，真是吓死本宫了。那些东瀛忍者神出鬼没的，怎么可能那么容易被别人发现？放心好了。哼。唉，最近呢，都是些上火的事儿，就没什么事儿能败败火。哼。唉。 这下火的不是在这儿吗？
倭人就是倭人，一点礼数都不知道，每次来连个招呼也不打。行动时不被发现，是我们忍者的祖训。行了，去那边说话。嗨。图呢？弄了这么大动静，就给我弄到半张宝图。李公公身上就只有这半张图。李公公这老狐狸，活着的时候我想拉拢他，就跟我推三阻四，暗地里找小太监给我来了一招暗度陈仓，本想找天木童识破他的诡计，没想到他身上只有半张宝图。我真想挖出他的骨灰，把他挫骨扬灰。你要把谁挫骨扬灰啊？看着这个人就恶心。皇上驾到！哎，都在呢，正好，都见见我刚刚册封的李妃。李妃刚入宫不久，皇后，你作为后宫嫔妃之首，以后要好好照顾好她。请皇上放心，臣妾一定会照顾好这个新妹妹。那就好，丽妃啊，我们去后花园逛逛。好。瞧他那样，德行。皇后娘娘，你说怎么办啊？皇上现在天天在那小妖精那里，都不理我们了，这样下去还怎么得了？可不，你是没看见那李妃那模样，她眼睛都长到天上去了，连正眼都不看我们一眼呢。我还听说呀，皇上为了讨那个李妃欢心，可是请了宫廷最好的画师，照着她的模样，画了一张仕女图呢。人家李妃可把她当个宝似的，谁都不给看。皇后娘娘，您可要为我们做主啊，跟皇上好好的说一说。哼，你们找本宫也没用，应该去找太后才是。太后，她一向护着皇上，我们哪敢开口？什么叫两情相悦？却又那么狠心的先去一步，还没与你多说些话，你就把朕孤零零留在世间。朕想把这半张图也撕了，让李妃这个贱人在这个世界上永远消失。你如果把这半张图撕了，拿什么去找日月神鼎？你那些前尘往事，还是先搁搁吧。还有你，马上去给本王找另外那半张宝图，挖地3尺也要给本王找出来。嗨。太后，该上床歇息了。
睡不着啊。还在为侍女图的事烦心着呢。您就放宽心吧，不是有天目道长吗？也不知道天目童能不能把这图找回来。要说这画工的水准啊，还真是不错，可惜了。丽妃，你可知道现在后宫之中大家都怨声载道，是为何？臣妾不知。哼，你是真不知道啊，还是假不知道？丽妃，你以庶女身份进宫，本是几辈子修来的福分，理应自重。皇上玩性大，他宠爱于你，我也就不说什么了。可你总得有个分寸吧？你独霸着皇上，不顾龙体康健，扰乱后宫平衡，制造事端。你是真想成为祸水是吗？太后息怒，臣妾并无此意啊。你什么意思？我心里清楚。我劝你呀，好自为之吧。李公公，他这是怎么了？丽妃，她有喜了。皇后，丽妃怀孕之事，你知道了？臣妾刚刚知道。这宫里的事儿啊，还真是传得快。正所谓坏事传千里，好事不出门。这怎么能是坏事呢？这明明是好事嘛。话是这么说，可李妃是庶女一个，出身粗鄙，她现在得宠，已让各嫔妃不满。若是再加上一个血统不正的皇子皇女，我看呐，这后宫要乱翻天不可。皇后，你说话可是越来越没分寸了。臣妾只是说出太后心中所想而已。哼，你倒是聪明。丽妃呀，丽妃，想不到你还是阴魂不散呢。奇怪了，这残卦怎么不起作用？师傅啊，师傅，你又来干什么？我不想着你入定的时候耗元神，我来给你做护法吗？我之前有没有跟你说过，我在入定的时候不要过来打扰我？师傅，我觉得你变了。自从你和那个云香容，你们俩出宫一天，你看你回来都不理我了。我有吗？你没有吗？师傅，我可是你唯一的徒弟啊！你不理我，理谁呀？你有记得我什么时候答应你收你做徒弟了？哎呀，事情已经到这个地步了，你就欣然接受吧。这辈子我是跟定你了，不要再挣扎，不要再挣扎了。师傅，我回来了。你去哪儿了？真奇怪，我干什么事情都要告诉你吗？
那都不是，我就问问。有心事啊？哎，为李公公犯愁呢？我就问问。我有一件事儿想告诉你，不知道你想不想听？你说。我有一天晚上，我看见李公公了。哪天晚上？就是老糊涂戏耍我那天。那天晚上我肚子疼，拉肚子。走着走着，我迷路了。我看见李公公还有老糊涂，他们两个人私密相见。就他们两个人？就他们两个。你骗我？我保证。你看，你看，又来了吧？又不理我。哼！大人，怎么回事？现场好像有人来过。少了什么吗？东西倒没少，就是多了2本书。这应该是李公公死后，有人来过现场，故意给我们留下的。哼，这应该是有人给我们的邀请函。邀请函？时间和地点都在这2本书里，而且我猜的没错的话，应该就是那个人。这个人就是他。还好，没有摔破。看来我这小礼没有送错人。送礼就送礼呗，干嘛还往天上抛啊？看，这酒差一点就没了。哎，小道士啊，这么晚了你不在家睡觉，跑到这儿来干什么来了啊？可是你约的我。奇了怪了，我什么时候约的你啊？我们又没说话，真是的。不说话就不能约吗？那你说说，我是怎么约的你啊？你留下了2本书，第一本是《诗经》，折页在硕鼠，子鼠丑牛，也就是说，你约我赴约的时间是子时10分。而另一本书是《兰亭序》，是在告诉我赴约的地点是个亭子。我寻遍了宫里所有的亭子，只有此处有人。那我在那。真喝醉了，
还挨了鞭子。假作真时真亦假，如果不是你这么一闹，我们又怎么会知道南书房失了那么多东西呢？又怎么会让我们知道那2位太监都做出了监守自盗的行为？还有，让我们神不知鬼不觉地出现在鬼市，拿走了假的仕女图，这全都是你的指引。聪明，我果然没有看错人呐。我也没有看错人，对不对，陈公公？你是专程过来找我的吗？专门过来找你的，干嘛我还在旁边啊？显然是专程陪我过来的。原来他是不是欺负你了？哎呀，我跟你说，你就不能惯他这毛病，你知不知道？小蘑菇，我是公主，我让谁听话，天经地义。你怎么从来都没有怕过我啊？不是公主啊，我觉得呢，作为一个公主呢，一定要平易近人。你得了公主病，你知道吗？你管我是不是公主病，你才是太监病。你再说，我砍你头！开始。不对啊！来。你知道吗？你的笔记本，大侠。大侠，进去看你的轮廓真是又明了又大侠，进去看你的轮廓真是又深邃又明了。我这仙人一模一样，长得跟仙人一模一样。不是，是跟仙人一样好看。花瓣散开，掉落，风轻折断手。秋过，谁剪了黄绸？痴心的结太多，多情真难过。这爱恨的漩涡，谁破？